來看屏東縣內埔鄉王濟兵科大的秀美路呢，去年7月是有來新採一支測速的翕相機，結果煞互人家破壞去。警方追查這是一個60多歲的查某人，伊收到清4顆的罰單呢，是真無歡喜。一個袂爽，這食酒了後呢，加是頭仔沙咧，就來講這個測速條。車來來去去，未少學生要趕上課。這條屏東內埔鄉的秀美路是要往兵科大的主要道路，不過發現路邊的測速翕相機敢若怪怪。我近看測速的外殼玻璃破去，還有檳榔汁，互人刁工破壞。警方追查發現是一名60多歲姓潘的查甫人，收到罰單袂爽，食酒了後3工具講翕相機，查查掠到這名嫌犯，要賠償維修費用15000塊。將依刑法妨礙公務罪嫌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，並依法向犯嫌求償。該路段在114年發生165件交通事故，設置測速照相機保障用路人安全，確實有其必要性。因為這條路車輛多，事故嘛多，交通隊去年7月開165萬新式翕相機，希望降低車禍，保護學生。警方統計，今年已經開出2219件的超速違規，其中敢若5月就處第552件，超速狀況未少。不過因為屏東縣設置傷濟測速，引起未少民眾不滿。交通隊5月底已經拆掉往墾丁屏鵝公路16支坑的測速條，希望改善民眾用路的感受，降低爭議。這樣每天在開發其實蠻多的啦，哦，太多了，蠻多的啦，對啊，所以適量是 OK 啦，哦，適量是 OK。因為現在這邊也有科技執法，所以又裝了這一支，我是覺得有點多餘啦。多裝的。警方表示，這擺調整了後，屏東縣各有93位測速條，實際有裝翕相機的有36台。警方攏會公告確實的所在，路邊嘛會標示提醒，讓用路人知影真正有咧執法，避免民眾信息不明而產生疑慮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